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樂榮豪贏馬地同盟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眨下眼咧嚟到7月初啦噃嚇。7月1號，聽日咧就係呢個回歸賽馬日啦。嚟到7月啦，咁即係咧馬季嚟到最後嗰半個月啦。只係餘下咧就倒數，一隻手數得晒咯喎，5次賽事啦。大家咧都如果要即係揾唞鼠費嘅話咧，都真係要把握時間㗎啦。但係咧嗱，講翻咧嚟到始終都係7月啦，咁都大賽就跑晒啦，即係你話冠軍人馬而家都係即係開始要競投嘅時間啦嚇。咁即係話咧嚟到真正最後一個回合，唔係最後200添，最後100添嚇。決勝階段，咁無可否認咧，就即係譬如好似喺啲獎項上邊啦，咁都部分啦都已經應該係名花有主嘅，咁但係都仲有啲咧就即係競爭比較激烈。始終嚟到季尾咧，我諗爭嘅咧都係大家都係target 住呢啲啊。嗱，我會認為咧爭還爭，但係如果你話有啲馬咧係因為佢原本唔應該係熱門，而因為呢啲競逐嘅關係而成為熱門嘅話咧，算唔算係好直博咧？嗱，呢樣就見仁見智啦。所以我都會覺得咧嚟到季尾咧，反而揀馬咧揀啲乜嘢咧？揀啲需要交代啊嚇！亦都季內咧就搏咗一大輪都係未贏到嗰啲馬咧，即係你起碼嚟到季尾咧，佢仲有戰意先嚇，因為好簡單講句，今季即係譬如搏咗一段時間未得，咁你始終嚟到即係譬如過咗啲季啦，去到第二季個光景噶咯，係咪？第二季你又遇到一堆新嘅對手噶咯，咁亦都咧過咗暑假之後，你個狀態仲喺咪度咧？呢個到時先知噶咯。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咧，即係反而嚟到呢個階段咧，呢啲馬咧係可以睇高多少嘅。OK， 好啦，亦都咧，既然係咁多閒話休題啦，講講我哋今次嘅心水馬匹啦。嚟到咧都係嗰句啊，嚟到真係最後幾次賽事啦。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場合咧，如果冇心水，大家就唔好勉強啊。始終咧就雖然話要休息，咁但係咧即係設暑嗰段時間裏邊咧，越洋賽都仲有好多嘅。況且而家個暑假咁短係嘛，即係個零月之後有第二季啦。咁唔係話即係太過急於一時啊，有機會就盡量把握，但係咧就千祈唔好勉強啊。好啦，既然係咁啦，嗱，講翻今次嘅賽事啦。今次賽事咧就即係呢個回歸賽日啦。其實水準就唔高嘅。咁我同新月老師咧各自咧都有一匹心水馬匹咧就介紹俾大家嘅。場次方面咧，新月老師嗰隻比較先啲嘅。咁佢比較中意第3場啊，4班1000-4米呢個咧就呢個杯賽啦。咁呢場賽事咧就新月老師比較中意7號嘅開心5月嘅。好啦，嗱，開心5月咁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有啲馬咧即係都需要係交代啊嚇。季內咧。其實開心5月咧係贏過馬嘅，係交代過嘅。不過咧都已經喺季初，即係10月初嘅事。咁其實同依家比咧，都已經係爭即係超過咗半年以上噶啦。咁係咪即係呢啲馬係咪即係代表佢算唔算係仲要留啲力去下一季咧咁樣？咁嗱要視乎咧，到底呢啲馬佢嗰個即係本身嗰個條件啊，各方面嘅嘢啦。咁睇翻季初嘅時候，呢隻馬咧係喺4班。1004米上面贏馬，當其時咧佢評59分，用中逆禮，就算減少啲磅到啲咩132磅，其實咧都話俾你聽，其實佢喺4班咧，佢係一隻好超卓嘅1004專家。好啦，但係咧就贏完馬之後就上咗3班啦，上咗3班4班超卓啫，上咗3班你又唔係好超卓噶啦。不過咧喺3班咧跑幾場啦，佢終於都喺即係落翻班之前嘅3班1004度係跑勤。OK， 咁即係話去到季中嘅時候，佢需要做評分調整啦。咁其實咧，佢嗰個1004米能力咧係冇乜太大嘅走樣啊。最低限度，咁佢喺3班都仲係跑緊勤，係嘛？呢啲馬咧落翻嚟4班咧，威力就理論上幾大嘅。但係咧佢落翻嚟4班之後咧，2月、3月、4月、5月啦，跑落去咧有少少感覺咧，就有啲每況愈下。不過咧，我就認為咧。無疑呢一馬佢季內曾經喺呢個泥地1002米咧係爆過即係半冷腳嘅，仲要落飛爆半冷腳啦。咁但係第一當其時咧就即係季初嘅時候咧日泥，亦都咧就水準唔算好高嘅日泥。咁佢可以唔係好叻泥地嘅，因為你可以有機會遇到一批渣過佢嘅泥地嘅草地馬走去跑泥地噶嘛，係咪？咁所以咧當其時佢個第二到底係實力嘅表現啦，定係假象咧？呢樣嘢咧？你喺佢跟住再嚟跑泥地嘅賽績上面咧，你多多少少會諗到個原因。咁因為好啦，跑完嗰場即係季初第2之後，跟住就贏咗馬啦。贏完馬之後再跑泥地，其實咧佢總共跑咗1、2、3、4、5、6次泥地，其實係冇一次再跑入前4，係甚至乎近啲嘅都係跑第6嘅啫。咁即係話到底啲人開心5月係1004專家，因為泥地好手啦，我諗都唔需要太過多懷疑啦。咁即係話咧泥地根本就唔係佢杯茶。
OK，咁所以啦，佢降翻落4班之後，你見到佢開頭跑咗一場接近呢個當其時幾熱嘅，咁啊跟住咧就連跑幾場泥地賽事嘅1000、2好、1里好，咁跑落去當然係普普通通啦。好啦，結果上一次啦，咁啊再立心跑翻呢個田草千四啦，當時交咗俾阿黃寶妮跑，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咧當其時嘅檔位比較曳啦，咁佢咧就即係一路咧就頂咗喺外碟啊，又埋唔到嚟。又唔上唔落，轉彎仲要耗咁啲力，翻到嚟咧就輸咗。如果講發揮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咧，上一場黃寶妮發揮呢隻開心月咧，就真係發揮得唔好啊！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咁既然黃寶妮發揮得唔好，又想用女騎師嘅加碼榜咁樣嘅話，所以今次咧就索性揾另一個女騎師啦，就揾袁幸瑤跑啦，排咗個9檔。嗱，條件上面咧，其實同上次咧唔係話好大嘅分別嚇，都係咧就即係排咗中外檔嘅14米啦。咁亦都咧就係用女騎師啦，不過咧我諗大家喺近期表現裏邊都見到，即係黃寶妮雖然都有買贏，但係咧如果講話即係整體嘅表現發揮嚟講咧，師妹嘅袁幸瑤咧嗰10磅咧嚟得咧更加有用，更加有效，因為咧譬如搶閘嗰方面，袁幸瑤嘅功夫絕對會喺呢個黃寶妮之上啦。咁甚至乎咧即係譬如出咗嚟之後要鬥後勁啊，喺直路上面嘅處理啊，或者咧就即係保持正話嗰個競爭力啊，呢各方面咧，其實佢都唔會喺阿師姐之下，所以而家仲有10磅嘅袁幸瑤咧，你既然要揾女騎師，不如你又即係覺得上一次發揮得唔好，揾到第二個嘅，不如俾袁幸瑤試下啦。所以咧今次咧先至即係我覺得你揾袁幸瑤嚟跑，孭嗰10磅變116磅咧，其實同季初嘅時候咧已經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嗱，雖然佢季初嗰陣時咧用嗰個鍾易禮當其時已經係師傅嚟㗎啦，咁但係即係都贏夠70場啦，咁但係都係華將啊，後生嘅華將啊，後生嘅華將能夠可以處理得到嘅開心5月嚟到季尾，再加埋袁幸瑤嗰10磅，加埋仲有啲分喺手，我覺得咧，心怡老師揀呢隻咧，推介俾大家咧，隔晚都有啲賠率咧，係一隻唔錯嘅選擇。而事實上，今次4班千四亦都係拆開咗組，呢組咧係杯賽，但係咧水準亦都唔見得好高，所以咧第3場7號嘅開心5月啦，心怡老師推介俾大家咧，呢隻咧係一隻理想嘅選擇，呢隻我都幾中意啊。OK， 好咁啊，心怡老師揀呢隻啦。咁至於我方面咧，後啲嘅場次啦，咁啊，我比較中意咧就第9場啊，呢場4班嘅16米啊，咁啊呢場賽事咧就我嘅選擇咧就係呢隻8號嘅精彩。好啦，咁啊隔晚佢都係熱門嚟嘅，咁但係咧就精彩正啦，係我所講啦，呢啲咧就係季內跑嚟跑去都係未贏到馬、未交代嘅馬，咁而嚟到季尾啦，咁大家都即係贏咗嘅固然之即係不為已甚啦，即係有啲可能都太即係季內冇 form 嘅，唯有部署下減分啦。好似呢啲咁季內又唔係冇 form，近期都越跑越近，只不過跑法相對比較被動少少，就會令到佢咧好容易失諸交臂嘅馬咧，咁你唯有繼續搏啦。咁嗱呢匹咧就紐西蘭嘅3歲馬啦，咁我會認為咧3歲馬咧其實初喺香港嘅表現咧，你好難去即係去 judge 佢好準成。因為如果你係一隻3歲馬，仲要佢原來佢長線仲要跑長啲嘅路程啦，叫佢哋喺短途有準成嘅表現，除非係馬王級嘅馬啫，或者好高班，即係譬如你90幾100分嘅馬，你喺4班，就算你即係mile 去4班跑短途都得嘅嚇，即係都得咯嚇。但係咧，即係你唔係隻隻都過100分馬啊嘛，係咪？咁即係一隻尋常或者係有啲即係條件有啲潛力嘅一嚟好手咁，初跑短途係咁上下噶啦。最緊要你見到個葉元生之後增程開始有進步，咁佢咧喺4班就會有一隻有用嘅馬啦。咁我明顯精彩咧，正正係呢類型嘅馬啦。因為譬如喺季初跑2場即係1200-4啊，跑得麻麻地咁，但係咧個名次你都見到咧，就即係名次好、距離好，都係10級以上。好啦，咁結果增程又見到開始有追勁啦。咁啊越跑越即係長路程啦，跑到1600啦。呢2場甚至乎咧就即係。應該話呢幾場，甚至乎係越嚟越近，甚至乎係曾經爭啲贏馬添。OK，咁嗱，我會覺得咧，上一場你認為點到啦？佢嗰個即係第4熱門島早跑第4嗰個表現咧，算唔算係唔合格？畢竟前一場咧，佢喺呢個路程對第一次跑呢個路程，佢係僅就輸俾大回報啊，1分33秒幾輸俾大回報。你諗下大回報贏咗馬之後上班都仲得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只不過輸在對手太強嘅啫，因為佢能夠第一次跑呢個路程，雖然話好似快地，但係你3歲馬孭126磅中磅，做1分33秒8幾，嗱，我就會認為咧喺咁多個路程嘅比較嚟講咧，1600米佢做嘅時間水準係最高，所以有理由相信咧，佢呢個 moment 咧最好嘅路程咧就正係1里。
所以你見到佢跑完前次之後，佢都唔會再縮翻落去跑1000四。上次排到個14檔位好曳，跑得再被動啲，咁亦都冇乜信心姍姍來遲，咁跑到第4合格咯，我會覺得算數啦。咁啊今次啦，咁啊繼續用布文啦，馬房亦都打黃牌，排翻個中檔啦，排翻個7檔啦。呢啲馬咧，嗱老實講，呢類比較被動啲嘅後上馬，若果排內檔咧，好容易暈。排外檔你又驚蝕底，最理想真係排中檔。所以你見到佢咁多場裏邊咧，佢真係排8檔嗰場水準真係高，因為佢會俾一堆外檔唔係夠快嘅馬咧，係霸咗個好啲嘅位。咁但係咧，佢裏邊檔位嗰啲後上馬咧，即係話應該話裏邊嗰啲快馬咧，又會走咗先，令到佢咧喺中間中游中置嘅位置咧，係可以鬆容咁跟住，有到自由發揮又勁，係最理想嘅跑法。所以咧呢隻馬咧，我都覺得佢今次排翻個中檔咧，已經喺呢個取勝邊緣嚇，所以隔晚佢亦都冇辦法。而呢場咧，即係你見到即係另外一隻熱門就會係君達德，甚至乎呢場賽事咧，我數落去咧，可以擺低喺前面走嘅馬咧，其實都唔少。即係譬如好似睿智多寶啊，咁譬如君達德啊、幸運威龍啊、龍澤飛駒啊，呢啲馬咧都可以擺前。咁對後上型嘅呢個精彩嚟講啦，多多少少都有啲幫助。最緊要咧，佢唔係排好外檔咧，組段唔需要留得好後咧，就已經係相當之有用啦。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顧忌咁多啦嚇。而呢場亦都咧就數得出，即係對手係邊幾隻嚇，其他嗰啲咧有啲可能都真係未得嘅，咁亦都唔需要太過介意或者要估有幾多伏兵喺度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場第9場8號嘅精彩咧，算係一個理想嘅選擇啊！我哋守尾門熱啲就熱啲啦嚇。好啦，既然係咁咧，重複下今次我哋兩匹心水馬匹啦。心理老師比較中意第3場7號嘅開心5月，我比較中意第9場8號嘅精彩3場7、9場8。咁啊，聽日兩匹嘅心水馬匹。好啦，都係第一盤人支持啦。咁啊嚟到咧就7月啦，咁啊跑埋呢個回歸賽之後咧，剩翻4次賽事嘅啫喎。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即係緊貼我哋啦，咁啊同我哋咧就即係一齊並肩作戰。一齊揾呢個唞書費嘅話咧，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噶。加入辦法好簡單嘅啫，喺呢條片下邊有條 link 咧，大家 click 入去睇到咧，會員頻道嘅簡介噶啦。揀呢個啱你自己嘅等級加入咧，就可以咧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同我哋咧就並肩作戰。咁就算過咗馬季都好啦，跟住嘅越洋賽事，咁大家都可以一樣咧收到我嘅資訊嚇。咁啊，即係大家咧就諗諗，我話希望大家咧就繼續捧場啦嚇。好啦，都係大家幫佢支持啦。咁啊，嚟緊下次賽事好快啦，咁因為咧就跑完今次之後咧，今次係禮拜3啊嘛。咁啊，嚟緊禮拜6咧又有賽事咧喺沙田上演嘅。禮拜5晚再同大家 YouTube 頻道再見，禮拜5見，拜拜。